各位街坊，路亂萬亂又開咪。揸車人士發覺咧，政府宣布停車咪標加價，最近已經靜靜雞生效，收費由8蚊一個鐘加到16蚊。有人不滿話生活成本已經好高，依家再加個 double， 嚇死人咩？不過亦有人唔自在，認為睇死啲人咧照拍可也，唔會因此改變行為。政府話加價係想加快個周轉率，等多啲車咧可以有位泊，唔好俾人長泊霸位。呢個出發點，大家又 buy 唔 buy 呢？有網民又話幾十年冇加過，按通脹計加返都冇乜好講。等養車成本貴啲，少啲人揸車，咁少啲交通擠塞嘅喎。的士哥哥就話香港嘅車位本身就唔夠，根本冇得選擇，唔通焗住我哋搏抄牌？又有人話香港公共交通咁方便，搭車好過啦。不過某啲人屋企咧有小朋友或者長者，又或者住喺郊區嘅，揸車無疑係方便。我認為咧的士哥哥講得啱，個爭論咧唔應該聚焦喺收費嘅貴平，做得有車階級都唔爭在嗰10蚊8塊啦。其實結構性嘅問題係香港嘅車位不足。政府話加快周轉，俾1個月觀察下，加咗價係咪會流轉快咗先，以及有冇益咗啲私人停車場，佢哋又乘機跟住加價。加車位咧顯然係難過加價，大家又有乜計？我拋磚引玉建議，政府夜間咧開放官地做夜泊。依家外國內地都興呢個智能停車場，香港點解又唔諗下呢？又或者你有冇咩好嘅提議？歡迎留言同我講下你嘅經歷同睇法。今晚咧係咁先，下次8點見。